家平安，欢迎收听6月初5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是我的避难所，诗篇31到32篇。我们先来读 RPG 的金句：求你垂听我的祈求，立刻帮助我，求你做我的避难所来保护我，做我的堡垒来拯救我。诗篇31篇第2节。在土耳其考古发现惊人的巨型地下城，可以容纳7万人哦。那里面有礼拜堂，那判定为基督徒避难所。每当生活于地表上有存在威胁的时候，人们会转到地下，利用隐秘的地下洞穴寻求庇护。鉴于西元2世纪以来基督教受迫害的历史，那这座2000年前新建的地下城成为容纳6到7万基督徒的地下避难所，可以说是目前土耳其考古学家发现最巨型的空间，多达49处的空间，有礼拜祷告的场所，完整的地下水系统，还有四通八达的通道。那当地的考古学家巴雅尔他认为呢，地下城市可能是古代基督徒逃往安全的路径，他们要寻求庇护的地方。因为早期受到异教徒的影响，罗马政府他会捉拿呼求主名的人，而后又受到了波斯人、阿拉伯人的入侵来迫害，直到后来那个罗马政府承认基督教是官方的宗教，才得到脱离灾害。那这座地下城正位于土耳其的马尔丁省米迪亚特这个地区，是一座充满石灰岩这个洞穴的古老城镇，拥有繁荣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现在已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的遗产。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大卫在困境的时候寻求上主作为他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特别有扫罗王的追杀，甚至有他的儿子押沙龙要杀他。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境况，他常常宣告上帝是他的什么他的避难所，他的山寨等等。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提醒了我们，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上主仍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救赎者。让我们深刻来探索这2篇的经文，以及对我们现代的信徒有什么样的意义。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就是诗人他宣告，上主你是我的保护者，还有避难所。大卫在诗篇31篇当中讲述了上主是他的避难所，他寻求上主的保护跟庇护。经文陈明大卫受仇敌威胁的境况，他呼求上帝施行拯救，他求告上主要从恶人的周围他的围困逼迫当中来拯救自己。所以大卫他深信这位神是坚固的磐石，好像那个洞穴一样，是他们藏身的避难所。
是拯救他的灵魂的那一位神。他将自己的生命和情况交托给这位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时时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困难、压力或是危险的时候，我们可以信任上主的力量和保护，寻求他作为我们的避难所。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上主作为避难所的拯救。除了保护之外，他能够拯救我们。大卫相信上主，他不仅仅是一个保护者，他还是一位能够拯救他脱离危险、死亡的这个拯救者。大卫他表达对上主的信心跟依靠，他呼求上主来啊，赶快来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并引导他的道路。他在寻求上主的帮助的时候，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些仇敌，从危急当中来拯救他。对于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时时充满了危机，是否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把我们的信仰放在上帝的拯救跟保护上面？我们可以来寻求他的智慧引导，帮助我们脱离挑战跟困境。第三呢，我们要透过诗人他自己的认罪，寻求上帝的赦免和重新得到新的生命。来看诗篇32篇当中，大卫在叙述他在隐藏自己的罪恶的时候所经历，那时候内心呢很痛苦所以他很坦白的来寻求上帝，寻求他的赦免跟重新使他的生命能够更新，让他里面有正直的灵。大卫描述了他因为认罪他寻求上主的赦免而得到心灵的自由，心灵的释放。他意识到如果隐藏罪恶是会带来极大的痛苦，然而呢，如果他真诚的悔改并且寻求上主的赦免，则会带来重新更新的生命和内心的平安。提醒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时常这样的一个自省、认罪、悔改、弃绝这些不属神的行为还有思想，才能够获得我们内在的安宁跟生命更新的机会。纵观我们这两篇的经文，大卫谈到上帝这位上主是他的避难所，是要传达了安全或是平安、保护，还有内在心灵的宁静，并且透过信心跟依赖，以及与神的这样的一个灵性上的连结的意义这些意义就是在提醒我们，在面对现代的繁忙生活当中，或者是充满很多的挑战跟危机，我们可以寻求上帝作为我们的避难所。你也可以这样说，上帝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拯救者。让我们能够从上帝那边找到心灵的平安，也得到信心跟力量来面对我们未知的困境跟挑战。对于活在现代人来讲，这段经文是我们能够抗压，我们能够学习将我们的灵魂交托给这位上主，也意味着我们能够从他完全得到永恒的平安，引导我们，拯救我们。这样的信心和信靠能够带来心灵永恒的平安之外，也能够得着永恒救赎的恩典。大卫他称上主为他的避难所，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意味着他寻求上主的庇护和保护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能够把上主视为我们的避难所呢？
我们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寻求他的庇护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您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庇护我们。在这个单独会主的时刻，我们要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扉，将我们一切交托给你。天父，你知道我们面临各种的信心的挑战跟困境，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无助和困惑，但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真神，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找到安慰跟保护。求你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保持坚定的信心，能够依靠你所赐的力量。求你施恩，还有你的慈爱，满足我们一切的内在需要。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愿你的大能来护庇我们。愿你以你的智慧和引导，指引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能够走在上帝的真道之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教导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和错误，并且能够在你十字架的救赎恩典当中得到赦免和洁净。愿你使我们的心灵更新，让你的慈爱充满我们的生命。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体谅跟扶持，让我们成为彼此安慰和力量，并展现你的爱和关怀。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成为对你荣耀的见证。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有上主成为你的庇护所，是给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哦。